所以离队。好，先来看一下这个球外角球，刘基宏是挥了空棒，遭到了3振。追打这个偏低的变化球，石翔宇是遭到了3振，觉得陈冠宇的整体的感觉还是太小心了。这个外侧的速球让打击的朱祥林挥棒落空，感觉上运气上他还是差了一些。挥棒落空，球速2好2坏。哇，这个内角低球被主审拉掉，投手可以独立掌控这样的数据。喂，哇，最后是裁定有出棒哦。主审是裁定郭天信的棒子已经出去了。结果林泓育是蹲在外侧，变化球掉中了打击的吴东荣，所以这个半局霸凌爵士演出了 strike out the side。这个低角度的变化球打击的曾陶荣吞下了3振。哇，又是追打一个外侧的曲球，所以蒋少红吞了3振。哇，这个走后门的变化球，刘基宏是遭到了3振。追打这个偏低角度的变化球，打击的曾陶荣吞下了3振。主审拉弓箭，霸凌爵最终是用3振演出了今年赛季个人第1场的完投完丰盛。只要能够跟防护员有一些比较正向的沟通哦。那选手出赛的状况也就会依此来做依据。高角度的球路，这一棒扫到了左尾，方向来看一下，飞行的距离应该是够远，过大墙了，全垒打。4局的上半，中英兄弟没有浪费任何一个出局数，詹子贤击出了本季的第10轰，也把比数改写成了2-2。一好球之后，这一棒打得扎实，在左岸边落在了界内形成的安打，所以现在要看一下陈早的速度，绕过2垒，持续往3垒来做推进。打击的詹子贤也上到了2垒啊。这个球受到了挤压，在右半边，最终是落地形成的安打，所以3垒上的跑者要过来得分不成问题。接下来在2垒上，江坤宇想要多拼1分哦。高桥宇的传球其实弹道还来说是蛮准的，比起前一半局是有点下滑。打在投手正面，最后是穿越形成的安打，这是詹子贤单场的第5支安打，也把2垒上的许基宏给送回来得分。刚那个爆头就受到一点点伤害。詹子贤站上1垒的反应，似乎认为自己打的并没有特别的扎实哦，但是刚刚好穿越。单场5安打，当然也是缔造了个人生涯新高。